最強 S 級啊，全場自殺行為。AI 就話以下呢5個唔起眼嘅習慣咧，就每日都慢慢咁摧毀緊你嘅頭髮。咁啊，佢又將佢分為 D 到 S 級，輕微到嚴重。咁啊，首先 D 級，洗頭嗰陣用指甲拗頭，容易引發呢個炎症，所以你哋成日頭痕，有機會係拗損咗。啱嘅，係嘅，正常就用指肉啦。C 用毛巾暴力捽頭髮，左右用力搓會磨損呢個毛鱗片。係嘅，你洗面嗰陣你都唔會暴力咁樣捽塊面，你正常你都要當啲頭髮係塊面咁樣慢慢印乾佢咁就可以㗎。Boy 洗頭水直接倒頭皮，高濃度嘅化學成分直接接觸頭皮，容易阻塞毛孔或者引起敏感。其實都係嘅，以前我都好懶嘅，就咁樣倒個洗頭水落去，就咁搭上去捽。咁我相信好多男士都係咁，跟住就會引起成日都會有頭皮，好似落雪咁。如果你唔想咁快甩頭髮咧，咁乖乖地搓到起泡嘅時候，你先至搭上去頭皮嗰度洗頭。A 每日用180度高溫夾頭髮，咁呢個行為簡直就係直接破壞頭髮嘅結構，令到髮尾開叉斷裂。啱一半啦，我覺得。你只要你夾頭之前，你保護好、搽好 protect，其實基本上就冇乜問題。當然啦，你睇下你點樣搽得夠唔夠，同埋用咩牌子啦呢個。最後打大佬，最強 S 級啊，全場自殺行為就係唔吹頭同埋濕住頭瞓覺。咁啊，頭髮係濕嘅時候係最脆弱嘅時候，咁啊就係因為你哋唔吹頭，咁啊摩擦咗成晚啦，直頭髮都會變成攣頭髮。頭髮係濕嘅時候係比較柔軟，你仲要每日咁樣重複咁樣做，尤其是後尾枕呢啲位，你仲要不見天日，啲濕氣焗住咗成晚，乖乖地每日吹翻頭就可以咯。咁啊，以下呢5個習慣你哋又中咗幾多個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